因为物件吼，互大家是做实看吼，来你看下。你正手无拍点点，正手无哪点，安尼有无？倒手嘞，有无？正手甲倒手差一手，有无？好来，你请坐。比如讲吼，大家拢想讲，我运动一定爱去公园，爱去学校，伫厝里就是困条的尔嘛，对无？所以伫厝里咱做运动的，对啦。来，你手放在头壳顶，是嘞，这会行嘞，放安尼会艰苦嘞。无，我连运动伊会艰苦嘞，你看着讲，我会艰苦就是我硬忍哪一个，唔免，身躯体态特别，你卖出来了，手卖刀，拢轻轻啊做，啊，好来。来，身躯搁压咧，压咧头前，安尼就好，按遮就好，手就遮拢对调的，有无 ？OK， 你安慢慢就做10步的，对我送出声，7，爱送出声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来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讲，有效就是我昨红包买落，无效就是无要运动啦，倒手搁往下点点，正手过来，我叫你讲，安尼尔，到拄条臂较关些吧，正手，马上，来，因为吼，做另外一个，来，你个请坐，来，另外一个动作。安尼，莫伤大个啊！手放面上，安尼就好。你要15个，重新手一个大腿来，较细。这动作是大，这个手挑起后边，毋是安尼。来，吐啥个？这样就对了，讲完了，安尼好，讲完，再来倒手，把头较起一看，伊较暗，对现在来那个谁，有当时啊，所以这运动哦，唔是一定讲人教你啥物姿势，一定人安怎教，一定爱照做，另外就大家讲发挥倒调，来做啥？像15个，就是讲，像送出声，为什么你要做遮慢？因为你愈慢，你慢慢啊做，就是讲你你做唔对，甚至你扭着，无必要你得着啥机会就较少。来，再来，这样就我们这边。倒手，你把头发伸起来，前面是把头发，安尼啦，好，就是把头发。你即摆吼，正手过来放在头壳顶，因为你看吼，不然你啊，有无？比如讲咱女生吼，你手放，咱女生穿一件式洋装，完毕。咱若手，咱去做好样是啦，咱改衫先改哪？改头前即个，改后边即个，无先改其他头。就像咱手行袂起哩，咱得把那是按前面的胸大肌跟后面的这些肌肉。所以它这个动作是咧做这条肌肉，这个动作就是咧扭腿叉。比如说吼，我今仔穿若手嘞，我手要夹起，咱得把肩膀往前夹。所以吼，因为伊安尼，伊就安尼尔嘛，伊会艰苦嘛，所以有啥物头我可以改安尼，按这个大背周，咱先来改个高发度，安尼。有个人哦，做了两个手袂惯，有人我做3摆都无效，为啥物？就叫这筋较硬，你筋较硬就啥？慢慢就贴着起来。比如说，来，这方面啥啦？咱遮你本来是做莫当物件，无咯，较早有啦，较早做啥？我这个较挂，好，这你盖无嘛吼？来，个体态倒平，
要按了，来，要推两出来，一按了。各位姐妹吼，咱在做这个时阵吼，咱得学习，啊，得做吼，啊，做这机会，咱用咱的经和理论吼，做这机会，安尼靠一个印象，对你咱那个啊，好一个印象就对了。这老板呢？出买包，出买包，来，上几万就完了，上几万，正常几秒。你下个台，你先嘛哈，这个来上来，我刚刚，他的，看这个我们看，一个上场，看了，好，就是讲，咱头嘛，前三个动作，咱个地方就干，二三个动作，啊，条先来个拢有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讲，因为伊安尼协调的嘛。所以你这要是对我，那就要绑的，现在差不多，先夫我对这边，然后下里，有无？哎，唔是这样啊，咱这里吼，拍袂他从哪那去转去，这三个动作吼，主要是手掌较快。好，有一个看看，先划过来用这边，然后挂头上，下落去，用巴肚咱落去，到头，安尼第一项对不对？哦，第二项就是倒一项，这项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动作是大家这个动作无法度来做，因为那是你啊，好，所以你转腰，你要放在放在那里，转腰的，看吧，看吧，不过，你得放在哪里？行行。这个动作就是讲，如果讲吼，我捌有这个经常的经验，有人做一届，因为这个便宜，有人做两届，有人做三届。如果讲你做一届、两届无效，你还用体体的材料去规定的用做法。你做两届做好，做无好就是怎样办？大家你爱有良心，你老安做，你袂当安尼。唔通安尼，咱唔讲唔看如果讲就是安那，哦，啊，上完，我要再来这个前面是汉嘛，对吧？翻过来，咱如果讲就是犯做什么代志？讲你讲啥？安尼好无？为什么唔好哦？我讲给大家听。我的手代表身躯，我的手腕代表腰。我若安尼按吼，倒来上熟上自然。腰。安尼想吼，咱一世人压起压落，厝去扶落，用上这就是伫倒的。你讲你袂惊用上这了？你会当用的身体尔嘛，对不对？会当用咱来喙齿，白白拢三十二支啊。也袂加半支啦，对不对？加后壁水上济，爱补就要办起来，所以也是30支尔，对吧？所以咱的腰呢，要来补少腰，所以唔是一定爱安尼按，唔是一定爱安尼按，有做者方法。所以刚刚后尾动作是安怎做吼？这样做10遍。如果我手安尼时阵呢，来，大家将手接话。安尼对不对？因为我咧想讲，毋是大家拢安尼做，我手举起咧，然后这个中规就我都手去打鱼啊，头壳袂使歪哦，啊，大家拢嘛平平有无？好，对无？所以咱就先揪，放安尼，啊手放下来，好啦，身躯活过来倒边，翻过来。我小可你把身躯按按就好，身躯按按就好，用巴肚按，身躯巴肚，身躯巴肚。好，我将你上背一下子，1、2、3，其实咱是用啥？1、2、3，
上巴肚甲腰压落去啦。啊，用咱无讲的时阵呢，台湾啊，一、两、三，拢对对，咱无必是要吊起去过，哦，啊，这手免抓啊放开就好，放开就好。来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动作，直接去打。咱咧人嘛，有人去做扩胸有无？就讲这扩胸是安尼做，是哦，就是讲，咱遮外讲遐背心，我若背心愈小愈细领，我要做这个动作是愈困难啊，愈简单。困难。我咧叫做零度嘛，啊叫做高张嘛。你看我今仔衫，是毋是啊？袂使通过你研究到就好啊，你已经按去啊。啊，咱从细汉开始做工作，是手拢爱夹到我袂晓人看。个人咧做工作，敢有？无嘛。所以咱这两条吧，像咱从细汉开始夹到我做工作，烘物件，你炒菜，你做手挺正，正手会坚持。啊，倒手拢创啥？爱夹的啦，好囡仔的，好囡仔手势歹，是对手的手势歹，倒手，让对不对？所以倒手拢正的嘛，你做了倒手拢正是啥物？你咧食饭的，倒手汤碗，正手咧点汤，倒手有咧点汤无？倒手有咧点汤？无嘛？倒手汤碗若咧点汤是？那就免食，对不对？就免食。你若倒手若咧点汤免食，小无物件食，你咧种无啦？你是方物件，有无？除非有人去哪讲呢？他们那个都该管的哦。足济吼，现在囡仔足济哦。啊，足济囡仔吃饭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咧吃菜，倒手咧点哪无？无啦，无啦。哦，咱咧内衫，衫就是对手。倒手，拢藏咧，恁内衫是安怎呢？衫紧摕正手咧叮当咧捡衫，倒手衫拢披伫咧是手，倒手啊，对于你倒手诶，你倒手关啊，所以咱做个动作吼，倒手拢一定是卡牌。比如讲，你可以上来借我一下，就是你，因为他比较年纪比较轻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从咱头往下压落去，你背后到背面了，站着双手往前弯摸地面，会不会很紧？这样的感觉如果好，一下子，都站着，因为哦，有个讲啊，咱看他从哪里？因为他年纪轻，咱就要给他们起，咱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做运动，轻轻的滚，不会转，先弯，然后打，慢慢打，你让它下去吧，有一点点紧，先转 ，OK， 在这里有一点点，希望按摩的够，15下最强，要数出声音，甚至现在我对得起无爱的地方，大家记，大家年纪有心动的年岁，甲心肠较歹，比较紧的，啊，那规个人安怎放松一下？再往右，往右，手下放，相当于，它的叶总方更小，很看好，所以效果不会那么好，不见得。但是这东西这个学习起来，该做大家看，大家听。有差别。差不多，因为高到点的话，差不是很明显，它差不是很明显。而且哦，我可以针对那些田径选手，有专业，有的要差1、2公分，我差1准，那你本身就很好。所以，但是我不敢讲这些长辈过来试这些动作。
所以，你要开始情况来无？来，刚刚讲吼，恁听着讲，叫大家做运动诶，较少吼，伊更早做唔开，咱情况来好，相差下下，为什么相差下下？我安尼压，甲安尼压到大，无同，来，没请，得先请哈，没得请哈，看看安尼。太厉害了。安尼刚刚啊。哦，小金。好来，看看。哦，小金。看看。对，我来看，你看他怎么样？啊，没给，来，跟我一看。来，辛苦宝贝来这样子，他比较厉害。哎，宝贝来这样子，他落去，这个按来嘞，小包无，小包按就好了哈。来，慢慢做，小包来，一、两，两摆倒来咯，三，大家做啊。然后下面这个首先，二来旁边，来用汤米再算，汤米再算，来，宝贝这边用个矮，我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来。坐在一块，来，参加下哈，按放慢。先放什么呀？那么，你看差不多，那边来，因为吼，咱咧做时吼，骹袂使错啊，你个怎样看？因为咱即下咧跟对，你练这个腰啦，胸吼，跑过来做成，来放平身，就放平身，来，你算讲，你对我算啊，好十、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再来换平，跑过来接平。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调调看看。你搞讲这盘别听到这差点了，嘿啊，空间，过来，我，OK。大多两天常见的好啊，因为你喜欢哪刚啊？好，这个下好，为什么吼？因为咱一般想讲，我压袂落就听班，我就一直安尼压，但是腰足酸，安尼不食嘞，这个根本就是坐咧做尔。当然，拄只第一个头个感觉第一个，这个按慢慢做啦，10个、20个有用，慢慢做。为什么？你试试叫哪个孙子声，哪个注意听着。我哪个孙子唱起来，这个有叫做敬体无？1、2、3，咱就敬体安尼。咱一般咧做运动讲，当我喘的时候再来休困，敢袂有是？没有啊，所以，咱咧做无算做啥物，啥都重要。比如讲，咱若车体吼过用修理的时阵呢，这个车引擎若发动，后壁引擎管车若离你跑动咧，你师傅讲先关起来，你看你个产品袂顺嘛，你个产品袂顺嘛，所以运动这个声出声，就是比如你的肺放出去。你这件同学选吼，他袂使，袂使，为什么吼？袂使夹夹啊？
你夹安以后吼，你个规空头还袂做成天气啊，成天气。这个动作你大家做啥啊？红棍，那有人红棍咧用歹玩咧。来啊，上来，来，上，他等下刚才自己点啊，你慢慢看，你慢慢看。来，开始。来，你这样子。来，你看哈，来，你来，来，加油，抱回来哦。那你要水的，你看看哈，宝贝这里，那你也听嘞，这样升嘛哈，没有，宝贝下边，这边 A 嘞，看没嘛哈，那两边手摸啊，对，那两边手摸啊，对，摸，只要喊你坐好停，太突出，袂使突出啦，哎，咱即马哈，手摸，他老我这手袂使紧张哦，他手看架门，是放弃，无是啊个倒来，安尼就好啦啊，过来3，过来4、5、6、7、8，你看伊手看几张？你安尼啦，看看名啊，10，来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为什么？有遮小汉，做哪里人帮手做参考？等于讲你看少查无诶，无做了的算唔是哈？啊，你讲落过来做去，再到上海去。我一开始往过来做就是这样子嘛，吼，而且往过来这样，你看吗？来，这是在，爱几分钟，我做些切过动作，大家看哈。来，往过来这样，它是录完机，来，看吧你啊，看这啊，我两个中央表情，听啊。因为咱妈咧经常写回头等它所以关回有啥物手外拍咧方法？肌肉的活动增加，血液循环的改善。看到啦？我讲详细，叫伊个靠开来的船啊，较大诶，啊，你讲会低头咧滚滚吼，听到无？没使没使。你搞过来这情况啊？刚刚啊。他给他讲，不同放的放，他看看。你看，不光放过去，他看里面，很冷哈，来，一个脚，你去帮我啊，对，摸了，学强哈，他把小片片，安尼得了，是个什么嘞？是，录完过啦，3、2，个什么嘞咯？看盘嘞。你现在看看会这个情况吗？这往在下面，在哪边？好，所以来站了，你好，讲了吗？阿里讲好讲。